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本，大家安久好无呢？欢迎收看《福气来咯》。头摆啊，又同大家说个几道毛腔的可可农业和毛腔的主题哦。今晡日强用要来说个可可农业，行喺屏东。不过佢一个农业有乜个特别的地方？郭本同大家说个可能无嘛准。嗰所啊，行喺今日来邀請我哋農業嘅調解員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吧。馬上來歡迎我來自灣蘭的飛燕姐。主持人，大家好，我是來自屏東灣蘭的區房有機農園做可可的鄭飛燕。哇，歡迎飛燕姐來到我哋節目啊！睇了解我哋農園之前，飛燕姐我想請教一下哦，應該咪咧我都按嚟請教啦。這個係經營農業，嗰說這個本身嘅工作係同農業有關係嗎？還係講其實係後生米長來從事一個農業嘅啊？我哋本身從事嘅工作，含跟農業有息息關聯。係，因為先生做食品業主管。哦。係，我係從事機械製圖，一個較無關聯性啦。係，不過對後背對設計方面要有啲機械嘅觀念，讓人帶入去，多多少少有息息關聯性。你飛燕姐，除了能喺後生米長來從事農業之外，你還是喺農家子弟嗎？係，我哋對農家子弟出身咧。哦，難怪哦。嗰時候其實對於我哋來講，農家子弟對一個較難嘅，係唔陌生啦。嗰時候喺經營一個農業嘅時間都失敗有基礎嘅，唔係對零開始嘅，做冇？錯，我哋做起來較順數，除非一些專業嘅知識，而來邊種植邊學習邊從事百種學習經驗，安尼。你飛燕姐唔同人嘅先生都兩公婆喺經營一個農園，做乜嘅時間會想講來經營一個農園？啊，主題又特別選擇係可可呢？哦，因為咧，佢下差唔多要臨界退休嘅年齡咧，所以啲咧情況，冇半天是可能有種咧有事情做。啊，如果想愛做乜嘅農作物，那印象上出嘅時間，也一個因緣機會下，認識一啲朋友。都好在推可可，係，我想可可目前喺台灣嗰時候嚴重嘛，係，你去查一資訊，結果查到對可可本身的元素真好，係，對人體嘅生活無解的添加物嘅，所以唔好查，係，嗰想家庭你用可可。哦，我等於講看到人家講可可嘅成分冇落就講法咧，真是對純粹嘅可可來講，對人家嘅身體規劃，你想講退休之後也有事情可以做，都開始嚟經營農業。你經營農業係咪買嘅片嘅用嘅用，係自家皮用嘅用嘅係咩？我哋係佢係冇種嘅，係你屯人嘅如呢一天啊，前天為育苗。係，天後疫苗多嘅，我哋拿去田拿過來種。哇！人對於嗰時隻嘅天講，經營農業種嘅用嘅嗰條開始都更加差唔多1多年。我哋對疫苗開始99年開始揾疫苗，18年落土種苗嘅，都經105年開始成品牌。哇！係。我都更加10多年。有哦，哇，4年都忙太。係啊，可能4年太。係啊，嗰時等於講可可就係年嘅4年，做乜？對佢用嘅開始皮用都更加，佢可可嘅樹嘅啦，佢就有溫過嘛，係對頭下嘅皮都更加。哦，佢可冇頭對開始都更加，因為可可嘅生命力可以到30年到50年。哇！係，當初我先也係原因之一，唔是每年去更新，係從中。做㗎，看見人多太，真是夠有感情嘅，10多年了，真是忙太啊！不過講起來，雖然講有嘅技術係農家子弟，對於農業、農事吼來講不會陌生，但係可可嘅時間應該算係一個新嘅農作物啊！你對於一個雖然講唔係從零開始，不過你睇從事一個農業，有遇到乜嘅影響過程，也係講過困難嘅事情嘛？我哋當時種可可嘅時陣，觀念個單純，只想說種嘅。越買高嘅越好嘅，係啱過當時嘅高嘅家私唔係樣鬼好，連工資、採購嘅錢、高嘅一些種植嘅一些需要嘅資材都唔拿，過後路之後，路開始一直往下走，對加工開始，路開始學發酵、烘焙，一直做到產品，路慢慢地投入進去，
哦，这时节都冇想到，原本想讲啊，俺人数神诶，都买个高的咯，真简单啊，冇想到，冇买个人二数字，我一数诶高诶，个家子还忙，冇按吼，只敢去跳下去加工。哎呦，啊，不过讲到遐个，咱除了自家的种遐个可可之外，头多飞行这还有分享到讲，咱自家的农业和定位有机农业哦，可可种有机系做得，啊，不过个功夫应该更加费功夫吧？哦，做有机无按简单，有机一定我哋那个念是都唔前种之前，我先开始做睇养土，对养土开始。因为我最开始养土路係有講過，應該喜歡去睇下各位人嚟去行看看。過來後我好像有點使命感咁樣，我來做有機，係嗰時佢後開始做培養土，培養土做嘅路種可可落去105年，種落去106年，路去認證有機。哦，係啊，開始種無先養土來做認證有機嘅，可以高嘅門檻可能較困難。係，可是我因為我有種有養土嘅，我來認證應該冇問題。嗰時候飛行證能頭下經營農業之前，你實聽講過我要種可可，而且還要種有機嘅可可。因為人自家最重要嘅目標嚟講，本人可以健康，身體健康，啊睇地位工作嘅健康，係咪安尼？係啊，你行過去，你看那路後，你得覺悟啦，你得使命感咁樣嘛。我想說，對大自然有幫助嘅，冇多傷害到大自然，係啊。飛行姐頭都唔講，親同楊公婆親口出去行看嘛，唔能行看，係一般嘅旅遊啦，係講唔能去做背包客一種嘅方式啦。我能去做背包客，因為因為安尼行看，行一啲觀光景點，看唔到當地嘅真正嘅文化，體驗唔出來。嗰時我哋落去。講唔係觀光景點，比較在地嘅農村去體驗，也當時當地嘅生活文化，係安尼體驗。嗰時安尼因為呢行久嘅，又改變我嘅世界，係咁樣都冇咁樣。嗰時對過來以後，都一直往一個方向去咧行，去咧從事。嗰時唔聽睇做背包客嘅過程之中，你去看嚟改道嘅無窮嘅地方，城市地方之後改變自家嘅想法，啊唔能睇經營，嘅聽講喺度經營有個廚房有機農業之後，人同先生還有去做背包客去看其他農業，為到一個主題特別去看其他農業，有冇？叫他做落去應該冇時間講追，結果冇想到自家喜歡做背包客，結果經營農業之後都固定睇嘅，但唔追嘅，安尼哦，哇，人自家有個。人嘅特色都種可可、有機嘅可可之外，有啲農業還有乜嘅特色係人當時有想講會揀入來嘛？哦，我哋當時是單純如講要做可可，因為種落去路經常有機，唔係這樣單一的，要多生態環境，多生態環境，或者種一些對可可有幫助的農作物，對土壤有幫助的農作物，就相輔相成的植物出嘅啦。係，如果做了經營種一些不同品種嘅，唔過唔會多一條兩條安尼，因為主要營造也多生態，讓可可生長得比較自然。飛行姐聽到前面有講到啊，我哋啲農業係台灣南來嘅嘛，啊嗰時候喺自家嘅天咧，好像人有貼喺現在有看過講，班南那一啲天，嗰適合嚟經營做一個農業，有去安尼情嗎？種可可地方有三分天，三分天，按你種可可種啊，比一般種嘅行具同豬具合法，哦，做乜嘅會種？比平時嘅普通行個法有乜嘅原因嗎？哦，像合法整理管理較方便，各位你嘅空間土地空間大，樹嘅結構嘅一定冇共樣嘛。因為太一路結構有影響伊嘅結果力啊。啊，嗰時候更加結果嚟講，能個法嚟其他嘅量真是有個多嘛？有，唔係講種一道頭。數量也多，係啊。哦，嗰時候人哋講有嘅可可農啊，甚至講農民嘛，佢哋從事有機，佢哋會特別設計講本其他嘅生意呢，比如講其他嘅農作物嘛，適合嘅水好嘅都本其嘅環境，人哋環境更加用啊改好嘅，甚至連本其嘅活動生長嘅空間和種啊改態，安尼生咯，人哋會特別去種嘅
咱讲的皮料，特别的皮料本来灌溉这个有机的可可吗？这就是讲我一开始我都同讲土壤有养土嘛哈，已经有改变呀土壤的性质的。跟平常时我哋都用有机的制材，还有机制材，比如说我哋是的一些果树啊，拿来做酵素肥、堆肥啊，都回馈到土壤本给可可做营养成分。还要么用化学品，要么用农药，割草完全用割草机去割的个草就回归到土壤是。俺的修剪的树枝嘛，就用脆枝机去打碎，打就较容易腐烂就一样本农体土壤回收，系，安尼一直循环。你规个摕农园地被自家做一个正向的循环啊！哇，我印象地都几多人分享今日咧可可用木腔的主题嘛，不过我分享伊个共同的印象係講，種有機的農作物，不論係可可啦，又係講水果啦、醬水，幾條都好，其實個環境啊，其實行業的時間，我親像人哋睇野生動物的環境咁樣，幾條木腔的蟲誒。也好，調的也好，動物也好，攏走出來。親像睇個伊咧，人哋講尋寶腔樣，讀到嘛個東西自家都唔比呢。真的，係嗰度去講，尤其有一些鳥類啊，或是一些土撥鼠啦，係有很多土撥鼠的路徑，也都攏有看得到，係嗰度一些那個鳥類啦，哈，有的都市成長的聲音的無如太陽，佢啊都會比較較無適應來，嗰個蚊蟲。聽到，冇蚊蟲都唔係太自然嘅啊。係啊，你去種喺好都去公園，什麼？木用嘅啊，係啊。觀眾朋友，雖然在今年的農業啊，共用睇睇種有機，談好來就是在清神奇呢。不過今年底部還有用版的神奇故事，讓你休息一下，CB茶，繼續來同大家講哦。前面有講到，飛行在今年兩公婆遇到一本自家退休有啲目標，今年都來經營一個農業，又遇到一本自家同親朋好友可以身體健康，今年嘅農業啊，係特別選擇做有機嘅談風來啊，雖然講無法都現場，不過談風來嘅環境真是幾好呢。飛行姐，你哋農業啊，可以再同大家詳細了解一下，除了種可可，你哋環境有乜嘅特別的補敗好嗎？我他們剛剛那個除了可可園裡面，還有種一些為了營造多生態環境，有種一些不同的農作物。除了個之外呢，我四周都種着一隻桂花。桂花哦，哇！當桂花開的時間呢，淡淡的清香味、清香，很喜歡體驗對待，規日的也冇問題。係啊，真是談好嚟對個工作哇！應該幾舒服呢，有個環境。我更正一下，唔能夠唔係公園，唔能夠發言，係談風來。嗰個桂花樹係按你包嘅農業包風來啦。係包風來。講我自家本身喜歡拈花惹草，佢有時種一些蘭花，花花草草，係都有。哇，談風來都係貴講嘅一個地方。唔能睇地邊工作，係像唔能兩公婆在工作嘛？主要是我哋兩公婆在做，有農忙時間，我請一些臨時工，聽講啊，有人看到唔能咧農業，你特別想講希唔能嘅做一個志工，係咩啊？聽講有一個特別嘅志工咧。有，一志工是個本身嚟請我哋咧，萬年農做乜嘅機會想到希唔能嘅做志工，咁人家前頭都係可以了解，到一個農業去做志工，到底佢係想乜嘅啊？這個來前面還有意願做起來較歡喜嘛哈，因為這種前來係我哋嘅體位，我哋可到有輸出到日本去。以2023年年初入主動同我聯絡，我一段時間我將伊來只是來行看看。我行幾時間行地而來做長期嘅志工，來都看到喜歡，你講唔可以同我留下來冇？我如果這樣，我當初只是我想來看看行啊呀，而家講因為畢竟對伊冇了解，冇了解，所以我都對多方面去了解伊本身嘅應用嘅。
过后我哋提谈一些自贡的方式，一共有了学种子、种可可，伊本身对种子可可。各位做巧克力各有兴趣，系，伊本身都系巧克力师傅，系，伊本身做巧克力师傅，啊，不过对种植方面，伊还欠缺一个区块。去做喺后端的部分啊，然后磨前端神山的部分磨接触到。哎，你想要你来啦，你想要种要实际体验一下嘛？种植冇可能短时间1眨眼2眨眼，你就种得到一个深层深度诶。你先做好一个，我要抢工作签的呢，帮我留下来好忙，安尼。哇！系，啊，你为了要完成一下心愿，啊，你好，努力种吧，系。嗰时候佢喺日本人都能一片做国际嘅职工，啊，佢做差唔多1个月嘅时间啦。更加很睇嘅嘛？也睇下要做1年的时间，一个月要做1年的时间睇下位。哇！啊，嗰時候佢睇在做職工，係喺啲農業地區嘛？係喺啲農業地區，你實際從事農業，我哋平常用嚟做，你聽到我哋用嚟做。哇！真幸福嘅件事，上頭就嘅安好嘅環境。啊，不過佢喺日本人唔能平時嘅溝通，雖然講唔能有去講嘅做背包客嘅經驗，唔能係同佢用日文嘅溝通咧，係講英文啊？我中心上我是把日文簡單的日文，啊我是簡單的英文，我哋用簡單的日文跟英文啊去溝通，再加上更加翻譯機個方面，所以溝通上面冇問題。哦，冇問題啦。安尼會唔會佢後時面攰起嘅時間？佢行會講客話，唔會講九字講客話。我教伊講客話，啊伊啊，我是把我國語，而家國語進步我幾多嘅哦。哇！講你睇下去到農業嘅時間，都讀到，你日本人同講，睇下好冇講到嘅喲，就係佢嘛學國際職工，那佢差唔多一度歲啊？30出頭。30出頭，我哋後生人嚟。後生嘅。哦，啊！佢除了平時佢做嘅工作係同人共用做農事之外，還會睇做其他嘅工作嘛？啊，唔係，伊主要都係做種植可可啊，伊要將伊啊睇下佢學到嘅種植嘅技術、有機嘅經驗帶轉去日本。哦，係。除了一個國際職工之外，即佢算係第一個吸引人嘅國際職工嘛？吼，因為還冇其他人申請嚟做一個。啊，我唔能會想到講，假使講一個經驗好，能也歡迎其他國家、其他國際職工來到一片鄉下來做一個好事體驗。會安尼有安尼嘅想法嗎？有歡迎，嗰度有其他國家像我來，我哋嘛歡迎。係，我想到我接觸一個國際職工是，伊來之前，如果到國外朋友、消費者有冇同樣行部落背包客、遊客啊，來呀去嘅，一路講嗰度國際職工，我想來入去，伊家喺路頭我提醒講，你們為什麼不走國際職工？因為家冇想到啊，提醒一下啊，過後入去日本嘅職工來去嘅。可以哦，會不會可以安尼行？歡迎大家來體驗那些可可有機的種植，係嗰種希望有機的種植。都等於講，唔能除了喺農業之外，也可以做一個背包客棧嘛，從歡迎大家鄉下來無世界無共用文化吼，無共用國家人多一片，因為能更加無法都無限行出去啊，都歡迎大家行動能一片來嘛。錯，係歡迎。係好嘅呢，講起到嘅唔單止有好嘅環境，甚至係講可以體驗一下無共用嘅文化，變成一個聯合國嘅感覺。啊，除了一個國際職工之外啊，唔能嘅係唔係？還有神像嘅有機認證啊，除了有機認證，談講飛行證能嗰邊還有神像其他嘅認證係咪啊？我哋還要做清真認證。清真認證係嘅係伊斯蘭教嘅認證嘛吼，做乜嘅會想到嘅神像有嘅？哦，因為嘅伊斯蘭教嘅人口幾多，係伊啊布局到係世界各地攏有，尤其亞洲也係咱們人口也唔係少。我想基菲本準備好嘅嘢，係。我嗰上我都先去認證清真，但有機會落去，我都可以隨時出發。哦，有個清真認證啊，佢有個嗰幾位內容可以詳細即係同大家紹介一下嘛，因為大家都可能有談過清真認證，啊唔知啊講佢用乜嘢神像，啊佢有個會唔會講嚴格啊？佢有個內容係乜嘅？哦，清真門檻較高，而家最主要如果而家 logo 冇有動物，冇如人頭、眼睛、鼻子這些象徵，還有一些製作環境，
伊要来检验，要来勘察。係嗰個附近都喺1過年之前冇有廟宇，嗰個都卡冇學叫嘅學咩嘅動物入到。啊，有嘅其他人可能還可以了解，啊，不過總係嘅唔可以學嘅叫嘅啦，沒有一種動物。那人哋農業一般應該會講守望相助，我需要有叫嘅菇啊，什麼，啊，你係咪一個困難嘅一件事情啊？因為伊斯蘭教伊對狗，動物會有啲衛生的問題。哦，係，嗰像我哋嘅 logo 開始本身有像這個人頭，不過美女呢用可去把眼睛標上去，如果你這個就不行。哦，總唔得擬人化都錯嘅。係，因為咧認證也嘅眼路後邊眼路即個改即個 logo， 用啲可當 logo。哇，真是冇講到眼人，真是唔掂講人咧，真真正正佢係要按照規定喺地步咧。唔過講到有嘅可能衛生環境啊，吼，總唔得有嘅叫嘅咩嘢也可以理解。啊，唔過啊，講到附近總唔得有嘅寺廟嘅話，啊，你對於人哋客眾來講，會唔會幾困難？因為人哋客眾地方唔係寺廟。北宮軌道，嗰種北宮神嘛，會冇？你北宮唔睇嘅唔怕，冇睇人碌下副圈，我入唔入而入來嘅副圈嘅門口順啊，我安尼要注意，因為大家人哋客眾地方3鋪5鋪都喺北宮，係冇錯。可能見到去到開始可能會講到，人家地方用按到寺廟，唔係嘅係人哋伊啲文化啦，伊啲文化啲宗教冇共用嘅啦。按人神像嘅清真認證100都幫佢通過嘅嘛？係100通過。啊，呢種從有機認證嘅人提供，我天使去審查嘛，清真認證也係共用。也共用係，因為清真嘅費用成本較高，客觀。嗰像係109年都申請，因為成本嘅關係，嗰項係中間停頓一下。嗰今年2023年，縣政府為了推廣南側正向嘅旅遊，有輔助我哋農民出來做認證，嗰項有個重新再提出來成這樣認證。認證除了產品以外，場地也嘛還有認證場域。哦，場地還有場域要跟認證哦，應該是真是第100趟多哩。因為場域共用嘛，他們講啊，周圍冇有冇嘛哈，冇有叫嘅有乜嘅動物也得，嗰個還有祈禱室。哦，他們本地人有一啲做祈禱嘅祈禱室。係。哇，如果你的產品冇有他們不允許嘅一些添加物喺裏邊，譬如講咯，譬如做有相關聯性的，各位冇用伊的清真認證，各位一些產品咪做唔得入去。哦，今年材料就用假是講，我加工嘅方，我添加的材料也是要有清真認證。哦，真是貴樣嘅。人哋講今年伊斯蘭也做唔得是有就近的嘛，錯。嗰種人喺做嘅時候就沒有人哋講嘅特殊風味，像嘅威士忌、可可啦、烤雞啲一種產品。哦，冇，因為我哋從年都開始做講以食物為原味、原型食物為理念來做我哋嘅產品，所以我哋嘅產品更單純，就原型食物。沒有添加物，沒有抽任何的營養成分，係唯有加入像包的巧克力，給的糖而已，其他成分冇。雖然講大家應該都用糖果有嘅冷笑話，不過剛剛頭到安尼飛人在講嘅，我想講，人哋嘅供養嘅一聽到原型嘅食物，總係做正方形3公斤。好啦，講啦，真係講嘅，不過人真是要符合。所謂的清真認證，吼，同有機能付出的幾多嘅心力，佢經營也快呢，吼。從我哋付出唔會少嘅心力嗰啲，為了太自然好嘛，因為氣候暖化見來見夾嘅，每年有一個經驗，我只能說有一朵烈，做一朵事，安尼。哇，觀眾朋友。唐飛然即安尼分享，大家對一個農業係咩更加了解呢？哦，唔單止味道嘅環境愛好，推廣有機，甚至講一本更加冇共樣文化人可以來接受，今日係申請一個清真認證。啊，唔過今日做嘅係唔單止安尼哦，等一下繼續來同大家講，今日地位還有兩版好教嘅吧。休息下，馬上過來。哇！大家休息研究有事比賽冇？
像嗰本更加識得有嘅啊，真好飲呢！有嘅起碼嘅茶呢，係人哋可可茶哦，就係非常之佢哋用心種出來嘅可可做嘅，非常之。不過我識到有嘅可可茶是擺無香啊，佢除了可可之外，唔係講人哋底部嘅東西無加嘅酒精啊，有嘛嘅，有嘅有酒味呢。因為我哋發酵嘅關係，係佢用規粒頭嘅去做嘅，唔係攞本像外殼去做嘅，規粒頭嘅搗成豆仁去包茶包，我哋發酵空腔有產生嘅酒香味，不過不含酒精。哦，像我們做麵包唔係發酵，有一天嘅技術，那有發酵那個酒香味嘛，那種酒香味是不含酒精，不會醉，放心。就像人哋是那個酒糟香用啦，就是有那個香氣在。人哋想講奇怪，其實條都唔係講，人哋可可係冇嘅酒精咧，冇加酒，唔本來自己都有酒精，等下嘴煙用完。哇，除了有嘅可可茶，並且人還有做嘅巧克力錯嘛？根本你要準備本來食嘅巧克力係哪樣啊？要對哪樣顯示的看下先啊？我有準備有88囤100嘅，我能做產品更簡單。本主持人看市售嘅囤我哋嘅巧克力，看差一點甜嘅味，你可以分辨出味我哋做嘅巧克力跟市售差異甜嘅味。哦，嗰種係更加先一定做嘅方案，先先才拿一啲嚟上下先。你可以顯示市售先看看到，是看到，看一下感覺。有個小紅人。唔錯，就會試所有巧克力。咁樣我拍說，我哋做嘅我哋理念就係做食物嘅原味，因為到15、17世紀嘅時節，歐美已被它引進到歐美去，然後戲劇化了，改變到目前大家熟悉滿足味蕾的巧克力，要滿足味蕾，一定會添加很多的添加物。那我們親身體驗一下可可嘅好處。嗰時候我哋理念就係講，把可可原味找回來。所以我哋嘅產品更簡單，只有原味嘅可可，我哋用去繁求簡的方式，希望大家朋友不要捨近求遠，食菜地嘅食物總比養嘅如何睇新鮮嘛，錯冇？等下邊啫，就講安尼食好咧，第二食咧喺老闆買嘅可可唔錯巧克力，第二有嘅，搭副還好啦，做一個效果。頭先有嘅食咧，應該係唔能自家做嘅巧克力嘛，錯冇？錯。因為頭先係食咧。唔啲係唔係85磅嘅，再試一啲看下先。好，用鹹嘅，鹹的哈，因為用鹹嘅，我哋伊嘅融化到哪一個層次，伊嘅風味都冇同樣，伊嘅豐富層次幾多。真的呢。頭先按你說吼，有個我第一講係唔能做嘅有差別。其中我頭先睇咧食咧，應該係100磅嘅，因為更加食咧。咁冇暗苦，結果甜一些，唔過又唔係過甜啦吼。至於咧100磅，同係是講老闆買冇用用咧，嗰種雖然係苦，唔係嗰種苦本食苦用嘅。對，不是那種吃的你會鬼些酒紅的嗰種苦，佢係悄悄地慢慢的釋放出來，它就有啲人講會回甘。錯，重點我回甘。真是鬼神奇，因為頭先我哋按嚟食，我頭先嘅人做，我覺得係。85磅係先食到嘅，結果更加食到有嘅，冇呢，頭先嘅食係100磅嘅呢。我想象中嘅安撫哈。冇，嗰種容易嗆咪真的是會回甘的那一種。要叫做苦盡甘來，體驗人生。嗰種人嘅巧克力嘅名嘅係安尼嘛，苦盡甘來嘅身邊嘅名嘅係安尼嘛。係啊，哇，幾神奇呢！原來人哋巧克力有安貼嘅地方。除了嘅巧克力之外啊，因為食得出來好嘅東西，其差別喺呢。除了會苦盡甘來之外，還有做嘅可可粉嘛，做冇？可能根本你有帶過來，還特別準備嘅衫咧，人有做冇用用嘅蜂蜜嘅嘛？我哋單一的蜂蜜都係冇抽脂，那沒有抽脂，那個最主要的養分都係可可脂，脂肪嘅脂。它不能市面上都它不能把可可脂除開的，除開的話，人家
讲实在，伊也营养成分那么多，连国际标准炉的低脂、中脂、高脂，我们完全没有抽脂。嘿，今仔市面上有抽脂的，跟有碱化的一款，另外一款还有抽脂，但是没有碱化。嘿，那要找到没有抽脂又没有碱化的，几乎更难请。因为你有含油脂，那去抹不出来，会变浆。嘿，我哋去防有机农业客户的一个技术困难，我哋希望我哋消费者适度的健康。嘿，一个理念来睇下做我哋的可可粉的产品。就等于讲，一个可可粉机的加工的长途啦，吼，这鸦片呢，迄基本上就只有把它作为粉化，冇做其他的加工。对。啊，市面上的可能加工的长途1、2级吼，出的东西越来越多安尼。啊，根本你也3种都喺地杯，本来考试的都是。考主持人看那只有厨子的，一只冇厨子的，个又有碱化的，那主持人来考试一下看看咯。啊，人家都精神来咧，吼。有个看 session 嘅冲人哋一般看到嘅，喺观众朋友有过来睇一下哦。体育中人哋一般看到嘅可可粉，有个 session 轻松嘛。叫我按人拿空了有 tip 的方式来设吗？可以。精彩 P P 啊。看那是做的。冇乜嘅米土呢，有个我相信我先安顺一下，有个应该係一般卖嘅。我再嚟有个好嘅中间。有个 session 个千里，唔知乜个原因冇呢？你可以两个白空下嚟翕，因为伊为咗冇个无色，有两个可能，伊得用深烘焙，天液碱化，碱化入加碳酸钾、碳酸钠碱性处理，会去酸。果像是冇有个酸，没有果酸味。它会易溶于水，它最主要是要让它易溶于水，所以做碱化处理。碱化处理就是碳酸钾、碳酸钠再处理过，所以消费者买到的、朋友大家买到的，热水冲下去会马上融化。两个原因，我想也碱化越多，也颜色路越深。嘿啊，冇人讲啊，冇白腔啊，真是看不出来。观众朋友可以比较一下哦。我做薯片也个係最一般的加工的也个中间的係。算第2级吧，都冇加工按多的。伊把个有机可可脂属系一部分，按过冇去做碱化。有啦，也个各有个可可的米土的，从头到尾剃一点皮的，个冇共用。有7、8有米皮，另外的係完全冇抽可可脂的。也个吼，唔皮看个小米团个小米有共用冇？也个唔是按全都皮的多的，一批哦。假使讲冇讲嘅方面，都想讲有个系咩摆？有蒜米呢？按过个蒜米系果酸味。个剃白皮到嘅，马上闻到的是伊个果酸味蒜米。唔过再一次皮之后，系浓浓的烤起啲可可的米土。哇！然后冇共用嘅地方啊，吃到全食物的营养，才是让吃得健康啊。中国人讲嘅原形食物，原形食物，此言非彼言。我们真是观众朋友有个机会，真是可以体验一下，我们真实的可可粉同加工的可可粉差别在哪哟？哇，大家非常真是几好搞。像一个烤起你的体验嘛，第二讲几多的跟农业有做一种类似食农教育，也系讲流程的部分，比如这农业共用有做吗？我哋共用有做，来到我哋农园做DIY 体验了哈，就像他们主持人一样的，我可能粉片，真的食物从有市售的食物差一点哪里？各位，我导览嘅果园去判断我可可用的可可，或是有机生态可可品种品性，让人去判断用的。思路口你不能试吃，所以说巧克力，市售巧克力和一般的巧克力用的差别在哪里？要录我的最主要做深度游程的内容。看到有个。那个很大块，还可以是在巧克力嘛？变成你带了也一开一开，好，给咩？给手工皂，给手工皂，等于农废成精的概念。我做个可可循环杯。因为你的油层底部除了包括是的市农教育的，也有做手工 DIY 部分。不过除了也看到的全部会巧克力之外，看到的个贴片的，一个树同人的盐的有冇嘅关系啊？所谓的可可爷爷。
嘿，因为我哋同学校有配合做串联，我哋农场有做伊个学校的户外体验农场、教学农场场域，哈啊，一个同我哋嘅社区的学校，同学校去做一些循环的教育，如做给可的一些知识常识的教育，啊，以学校的形象带了我哋那农园、果园做，一路做的绘本出来。系，底部内容如我哋呢场域底部嘅一些资讯，有生态啦、可树啦，啊，平常我们怎么用做一些耕种、除草之类的，全部在做这类的画本。哦，古时候今年来体验，今年都从一个环境，今年体验的过程，能工作的过程，是全部放在一个绘本底部。错。哇，等于讲一个绘本记录嘅人的工作，也记录嘅规一个人的农人的精神喺底部。错。哦，迄个quite好嘅个精神的体现呢吼，等于讲人的行场吼，人的做的事情都更加有个绘本，算是开花结果了啦吼。算是可以这么说，也最主要是说教育了对声音的考试嘛，必得一些正确方向，必得认知。哇，谈到一片。冇看一个绘本，冇识到一个考课的，就想起去，更加识到一个看到一个，哇，真是一天个起源的时间，去你的农园给搞了一下，系啊，来了一下不同环境、不同的体验，我哋对游戏中学习会记忆深刻，总比给教师行安尼上课，安尼可能记起来印象冇安深刻。对边教边学习，嘿印象嘿心情是快乐的。学习了印象也是深刻的。分享大家去不过去之前，中央先带咧天花去同农人摸一下，根本有开幕，系咪？有磨合冇？是。我哋用预约方式，因为我哋 DIY 材料拢现备的，按临时来可能某一个材料不能做 DIY，最后用啦吼。同观众朋友讲，假使讲我去农园搞了的话，记得带下天花哦。根本真是在。请感谢我们飞行者带来安精彩的故事啊！观众朋友，今日听了一个故事之后，希望我们频道搞了牧羊的农园的时间，记得到哦，我们还有安尼安定真吼，有机的农园飞行者今年经营的去访农园，可以去搞了体验一下哦。再一次感谢飞行者带来安好式的考课的同安精彩的故事哦，多谢。多谢主持人，多谢大家有一个机会本去访农园来证明。希望大家吃得健康，吃得新鲜，谢谢。好咯，更加吃得健康，也发得健康，更加天天欣赏来运动一下吧。希望我哋福建来节目嘅朋友，记得点赞听客家电视台嘅频道，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哦。